早晨啊，今日真常咗5A 班龍君同學為我哋介紹杭州呢個地方喎。咁我而家將個時間交俾羅文君啦。大家好，我係5A 班羅文君，今日我哋會為大家介紹杭州。我哋第一樣會介紹嘅係城市印象，第二西湖天光雲影，第三千島湖萬頃碧波，第四南信御街古都繁華。印象城市，兩朝古都嘅千年美學之旅，杭州古稱臨安，五代吳越國與南宋兩代建都於此。依座滋潤住南宋美學嘅水城，全城千年風雅，處處可見歷史名勝，景色優美如畫，被譽為人間天堂。目錄印象城市，探尋杭州歷史底蘊與宋韻生活美學，感受風雅處處是平常嘅東方哲學。西湖天光雲影，世界文化遺產，中國唯一湖泊類文化遺產，體驗東方山水之意。千湖島萬頃碧波，1078座島嶼，星羅棋布，95% 森林覆蓋率，天然氧吧嘅自然奇蹟。南信御街古都繁華，千年中軸線上嘅時光隧道，感受老杭州嘅煙火氣與文物為傳承。西湖天光雲影，人間天堂，兩朝古都嘅千年積澱，歷史定位。杭州古稱臨安，先後成為五代吳越國與南宋王朝嘅都城，經歷千年滄桑，積澱咗深厚嘅政治、經濟與文化底蘊。天堂美譽，自古享有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之美譽，西湖山水與江南風物共同建構咗中國人心中理想嘅人居典範。古今交融，呢座城市將千年歷史與現今文明融為一體，既係數字經濟高地，亦係文化遺產重鎮。風雅處處係平常，宋韻生活美學，宋代四藝點茶、焚香、畫畫、插花，宋人以四藝修身養性，將日常生活提升至藝術境界，體驗風雅處處是平常嘅生活哲學，當代傳承。呢啲美學元素至今流傳喺杭州街巷、茶館中嘅點茶技藝，園林裏嘅插花造型，讓千年宋韻喺當代生活中延遲生機。三、千島湖萬頃碧波，天然氧吧，千島奇觀嘅生態秘境。島嶼奇觀位於響安省，享有1078個島嶼，星羅棋布於碧波之上，形成世界罕見嘅島嶼地貌景觀，生態屏障，森林覆蓋率達 95%， 水質達國家一級標準，係名副其實嘅天然氧吧。長三角重要生態屏障，人工奇蹟。1959年因新安江水電站建設嘅而形成，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嘅典範，優雅展現新中國水利建設嘅壯麗史實。四、南信御街古都繁華，皇城種下嘅千年宗族，皇家御道
南宋臨安市皇城根下嘅南北中軸線，全長4000餘米，係皇帝前往景陵宮祭天嘅專用道路，見證南宋盛世繁華。考古印證，歷史文獻記載於考古發現互相印證，道路軌跡、排水系統等實物證據還原十里御街嘅歷史原貌。煙火承傳，經歷800餘年滄桑，從皇家禁地轉變為市民共用空間，成為感受老杭州煙火氣與歷史底蘊嘅最佳地點。江南憶，在宋韻中遇見你嘅杭州，最憶係杭州。江南憶，最憶係杭州，呢座讓人慢下來、靜下來嘅城市，與歷史對話，與自然親近，與生活和解。無論係獨坐湖泊品味嘅閒適，定係漫步古街感受煙火氣嘅溫暖，每位旅客都可以喺呢度揾到屬於自己嘅南宋體驗，書寫獨特嘅杭州記憶。多謝大家嘅收睇。